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要分享的题目是和解书者的第3讲。咱伫第1讲有讲到，人因为罪的缘故离开上帝，甲上帝的关系破裂。但是上帝主动甲人和解，透过耶稣基督，互咱会当恢复甲上帝中间的关系。咱顶礼拜有提起到，也因为安尼。咱若甲别人有冲突的时阵，必须要寻求和解。牧师对圣经中间找出8项，甲别人和解的原则。咱顶礼拜有讲到3项。第1项就是讲，咱先爱反省咱家己，伫甲别人冲突的过程中间，咱敢有错误。第2点。就是咱爱设法徛踮伫对方的立场，去了解对方的想法。检查咱若徛踮伫伊的立场，咱有哪会甲伊相款的做法。第3项，就是圣经互咱一个原则，就是爱用永远无放弃的疼来赦免。今日牧师要继续。这个主题，甲大家分享其他5个原则。伫领受上帝的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的话充满开力，会当帮助阮重新调整阮的思想甲做法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。细腻来听，会当尽心去做，互你的旨意成就伫阮的中间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咱进入第4项。第4项就是，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困境，咱甲别人中间有嫌嫌、有冲突、有误解，咱就爱积极去面对。然后主动和解。伫咱顶礼拜所读的马太福音书18章15节到17节，咱看见到耶稣基督的教示，伫教会中间，伫咱的团体中间，伫咱甲朋友的中间，如果若发生嫌嫌冲突的时阵，首先你爱暗中去找伊，甲伊分享，毋嘛会当得到伊。若伊毋听，爱找2、3个人去来讲。若伊佫毋听，就交教会，互教会来处理。若伊佫毋听，圣经甲咱讲，咱用亲像耶稣基督咧款待外邦人，甲抽象的同款，迄款无比大的耐心，设法来挽回。虽然顶礼拜所读的经文中间，其实互咱一个真重要的重点。就是拄着甲别人嫌嫌，还是讲冲突的时阵，咱就爱主动积极去面对，赶紧来解决。因为咱伫第1讲的中间有讲过，一旦人甲人发生这个问题的时阵，咱可能头起有冲突点，了后咱就会安那，会甲别人冷战，冷战。双方拢咧听候讲，什么人会当主动来和解？如果你若拄着这款的情形，你毋通怀疑，迄人就是你。你一定要主动去和解，因为咱人拢无愿意认输啦，拢无愿意主动和解。但是如果你若无要主动和解，你只有永远受到这款罪捆绑，继续痛苦落去。咱看见着圣经中间，牧师第1讲就讲过。人犯错，照理讲人爱认罪，但是上帝丰盛的疼，上帝主动甲人和解，伊透过伊的囝耶稣基督，互咱明白上帝爱咱，甲伊阁好，所以咱爱对上帝学习，爱主动甲别人和解。无论你是冒犯人，还是别人冒犯你，你爱先采取行动，毋通期待对方。你要踏出第一步，
挽回破裂的关系真重要。耶稣来讲一个真重要的假释。耶稣讲，你伫祭坛顶面献礼物的时，就是讲咱去礼拜敬拜的时，咱献祭的时，那想到兄弟姊妹，甲你有协嫌，甲你有怨恨，爱先做一件代志，将礼物放伫坛前，先莫献祭，先去甲兄弟姊妹和好，然后和好了，才来献礼物互上帝。这是咧讲啥？咱爱理解就是讲，伫耶稣的时代，当时阵的人献祭主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拢甲家己的罪有关系。咱因为咱的罪，所以咱去献这个赎罪祭，求上帝会当赦免咱。但是耶稣人讲，如果你若想起着，你还阁有未赦免别人，还是讲你甲别人的冲突未和解进前，你要赶紧去甲别人和解，赶紧去赦免别人。先来礼物放咧，为什么？因为咱献礼物、献祭物的缘故是安那？是仰望上帝让赦免咱的罪嘛？啊，你既然上帝赦免咱遐尼大的罪，你期待上帝赦免咱遐尼大的罪，但是你对别人的小小冒犯你都唔肯赦免，你才会当要求上帝赦免咱遐尼济罪。所以耶稣讲，你礼物先放咧，先去甲别人和好，有一款和好的关系，有修复，即个人甲人中间的协嫌了，你赦免别人，咱较来求上帝也会当赦免咱。所以耶稣爱咱将礼物放来，兄弟姊妹先和睦，安尼咱所献的，才能得到上帝的感纳。所以和睦是解决人甲人中间问题上介好的方法，而且咱愿意甲别人和睦，上帝也愿意甲咱保持合宜的关系。所以当人际关系破裂的时阵，爱赶紧定一个好好的计划，千万唔通阁延前落去。若讲我要选一个好日子，我要准备好我的心情，还是讲时间会当解决一切，其实袂使，爱愈紧愈好。拖延只会加深彼此中间的怨恨，互代志更较无好。冲突发生的时阵，请大家爱把握时间，赶紧来解决。因为赶紧解决，也会当赶紧减轻你精神上的伤害。无解决的冲突会阻碍咱甲上帝中间合宜的关系，所以咱一定爱马上去处理。伫做和解的时阵，要安怎做？圣经嘛有以下几项提醒。第一项，就是咱去甲别人和解、了解的过程中间，咱爱用温柔的话语来处理。圣经同咱讲，温柔的应答，互受气煞；刺插的话，激起受气。意思是讲话是非常重要。伫解决冲突、重建这个关系过程中间，咱爱用咱的智慧，特别咱所讲的话，爱真温柔，因为温柔的回应永远赢过向刺插。所以爱会记住，解决冲突的时阵，你怎样讲，甲你讲什么，同款重要。同款的话，用无同款的语气讲出来，迄个效果是无同款的。若伫话语中间带刺，这刺早晚会插倒来。所以保罗安尼同咱讲误会言语一句嘛袂当讲出嘴，只有随时讲造就人的话，
互听见的人得到利益。这是提醒咱讲话是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咱要甲别人和解的时阵。第六项有一件代志嘛，爱提醒大家。伫现实上，咱拢有即款的经验，有时咱甲别人发生的冲突，虽然这个问题是根本就无法度解决，有一寡代志造成冲突，其实毋是啥物人对，啥物人毋对，只是双方的立场无共款，有无共款的观点，所以咱来建立一个关系，好好是看重关系，解决是要解决问题。当咱重视好好的时阵，问题就比较毋是遐尼重要。点彩有一寡问题永远无法度解决，无法度解决彼此中间的差异，但是咱犹原会通建立好的关系，特别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咱犹原会通对一寡代志有无共款的看法，无共款的意见，但是却袂当用互人厌恶的态度来表达。上帝爱咱合一，毋是爱咱统一。会当有无共款的看法，但是咱也有共同的目标。虽然是安尼讲，但是这毋是讲叫咱一定爱放弃解决问题。检猜，咱会当因为好好，但是咱会当继续讨论，甚至辩论。但是必须要伫平和的心境下面来进行。问题检测永远无法度解决，但是咱的关系会当和谐，这就是咱追求共同的目标。所以咱爱有这款的观念，好好赢过解决问题。第七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。这是因为咱是软弱的罪人，所以咱好好要靠咱家己的血气，靠咱的本性是非常困难。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开力，咱才有办法放落一切，甲别人和好。拄则所读的经文，安尼讲，基督亲自将和平赏赐予咱。伊互犹太人甲外邦人合作一，用家己身躯塞倒遐个，互因互相对敌，互因分裂的墙。犹太人甲外邦人传统中间，因咧中间就是起做一个墙。咱对几项即个代志，咱会当真清楚。比如讲对圣殿的设计，圣殿中间伊分做几来无共款的区域，有一个所在叫做外邦人院，就是外邦人会当去到遐。但是外邦人院甲犹太人院就是讲男院甲女院中间有隔一道墙，迄道墙真高那根据犹太人的律法，外邦人袂当超过这个墙进入犹太人会当去的所在。那安尼做的时阵，根据犹太律法会当来处死。所以犹太人甲外邦人中间就是隔这道墙啦。较偏激的这个犹太人，甚至因会在咧祈祷的时阵，因会安尼祈祷讲，感谢主无将因创造做牛啦、羊啦，这动物以及外邦人，因为因认为外邦人是甲救恩无分的，甚至有人认为讲外邦人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外邦人？是因为迄地角的火要烧爱有材料啦，所以咱这外邦人拢爱迄落去内底烧，所以这是较偏激的犹太人。所以因为这款的观念，因甲外邦人中间就有一个隔离，有一道墙。但是保罗讲，耶稣基督透过伊所做的奉献，互咱知这道墙已经被伊拆开。
咱看见保罗安尼讲，这着十字架顶的死，基督终止了这种对敌的精势，这着十字架，互两边成做一体，会当甲上帝和好。安尼，基督来的目的是要传和平的福音，互所有的人，包含外邦人甲犹太人。所以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顶的死，来显明上帝的疼。上帝伊爱咱合一，无爱咱分离，无爱咱冲突，伊爱咱会当和平斗阵，共同创造上帝伊爱的美丽新世界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人甲人中间彼此的怨恨，是因为罪的缘故。耶稣基督的受死，互人的罪会当除去，会当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。甲上帝有合一的关系，甲其他人自然而然会当保持好的关系。这就是圣经中间所讲救恩所带来的力量。可能有人会甲我讲牧师啊，圣经讲的拢真有道理，你传讲的信息嘛听起来拢对，但是我就是做袂到。牧师要互大家了解，用咱家己的本性，用咱的血气，当然无法度成就这一切，爱上帝的开力。所以咱若要中间甲别人的关系，要弥补人甲中间所产生的隔离，根基就是在地耶稣基督。若无耶稣基督的疼，这拢无可能。因为咱拢无要食亏嘛，咱的本性就是无爱输，无爱认错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有一个妈妈有真好的信仰，伊为着要帮助伊两个囡仔，会当照信仰的教示来行，所以有一天，就做一个真好食的点心，要做一份了，叫伊两个囡仔来。伊讲这点心也一份尔，恁想若耶稣的时阵会安怎来分配？迄个大汉的对耶稣讲，伊知，伊讲如果是耶稣的时阵耶稣一定会让互伊的兄弟食，伊妈妈做伊讲哇，这大兄安尼信仰教育做了袂歹，但是过无偌久，这大兄答应小弟讲，小弟啊，今日你做耶稣。咱拢无要做耶稣啦，咱拢仰望别人做耶稣，拢别人为咱牺牲，这就是咱的本性。仰望耶稣基督的疼，搁一遍来改变咱。请大家爱了解，咱等下要伫主的面前共修圣餐，甲主同坐倒。我毋知大家每一遍是用啥物款的心情咧，甲主同坐倒。当咱甲主同坐时，咱咧食迄个饼、啉迄个杯的时阵，咱来真知这就是耶稣基督为咱牺牲的上帝。伊是无罪的人，却为着咱牺牲伊本身。为着要挽回咱甲上帝中间一种和好的关系。既然上帝当互伊的囝耶稣为咱做这款的牺牲，减讲别人得罪咱淡薄，咱连赦免别人这种亏咱嘛无。如果若无，你着倚靠耶稣的疼，包容对方，这是咱爱学习的功课。所以，咱要甲别人好好进前，咱来做一个祈祷，咱爱对上帝讲：主耶稣，因为你捌为阮死伫十字架顶，所以我会当终止甲别人对敌的关系。阮深信，你是阮甲人中间和谐关系唯一的根基。阮是遐尼软弱，由你来帮助我。我相信你若做这个祈祷了，上帝加添咱开力，互咱会当甲别人更好的开力。最后一项，
就是咱来理解。耶稣基督讲，促进和平的人，我呢也有福气。上帝要称因做囝儿甲查某囝。咱既然自称咱是上帝的囝，是上帝的查某囝，咱有一个真重要的象征，就是咱是一个促进和平的人，毋是引起纷争的人。咱毋单单爱家己甲别人和睦，咱也爱伫冲突的所在带来和平。愿上帝真正帮助咱，成做实实在在以和平的囝。有一遍，我参加一个牧师的活动，阮是咧做一个进修，就是讲学习讲道学。有一个退休的神学教授，伊讲一篇讲道片吼，若会当感动牧师娘，安尼就是一个成功的讲道片吼。但是迄个时阵，我是安尼认为，我讲其实上界成功的讲道片，就是一个会当试听讲道者家己的讲道片。伫我服侍过程中间，我个性其实是比较较温和，真少甲人冲突，但是嘛有控制袂牢软弱的时阵。我记10几年前，我有一遍伫南部咧服侍时阵，甲一个同工发生争执。其实今仔想起来是一件真小的代志，真小的代志。但是因为迄个时阵性地控制袂牢，所以就两个人发生冲突。但是发生了，其实我的内心是非常痛苦。做一个牧师，个性嘛无甲其他人有一个对象会当讲。感谢上帝，互我伫灵修的时阵，上帝亲自医治我。圣经的话亲自感动我，试听我，催迫我去和解。我心内安尼想，我讲，如果我只是会晓讲道，但是若无行袂出来我所讲的，安尼信徒是要安怎看我？特别是甲我冲突的这人安怎看我？更较严重的是上帝安怎看我？一方面叫人爱赦免别人，一个方面叫人爱甲别人搁好，但是家己却甲别人发生争执，无法度搁好。所以，我就是伫一个拜六，我就拍电话甲即个同工，先另外错误。我来对伊讲，讲我做一个牧师，无应该发脾气，无应该对伊讲遐个话。我真心向伊道歉，由伊会当原谅我。无想到我来讲了，迄个同工，我会当伫迄电话迄边，感觉已经咧流目屎啊。伊讲牧师你安尼讲，我真正毋知影要面对你。即件代志本来双方都拢毋对，伊感觉伊毋对较济，但是我愿意主动甲伊和解。伊讲安尼即件代志就当作从来毋捌发生过。然后阮两个做一个祈祷了，我将电话放落。迄个时阵，我的心头好亲像一块石头放落来。因为我知影，我第二天徛踮伫讲台讲道的时阵，我会当问心无愧，宣讲所有上帝爱我宣讲的信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亲像我遮尔软弱的人，拢做会到。我相信恁嘛一定做会到。咱如果甲咱的兄弟有协嫌，甲咱的亲人朋友有冲突的时阵，赶紧去和解。愿上帝亲自帮助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透过你的话刺插阮的心，求主帮助阮修正
阮人生过程中间所犯的过错，阮伫冲突的过程中间，加做和平之主，也了和平的政治。阮伫每一个时刻，拢会当时常反省阮所做，会当修正，互你的名得到荣耀，互阮也得到利益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